经理，你真的没有嫁给小侯爷吗？没有。那经理怎么了？不会失落吗？哎，这嫁不嫁就是个称呼的事儿，有什么好失落的？经理，你真是我大唐奇女子啊！哎，不，我可不算。要说奇女子，上次赈灾那会儿，我是真遇见一位。哎，什么样的奇女子？快说说。这位奇女子，四姑娘，这是账本，四姑娘过目。胡账房算的账我再信不过，还能信谁？那今天就先这样，账房也先回去休息吧。那四姑娘，我还得去账房看看，这么大笔钱粮，再让贼人惦记了。好，四姑娘，那老身告辞。行，账房慢走啊。王程程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赈灾的钱，我不是来偷你们赈灾的钱的。那你来干嘛？数数钱够不够，让没让你们贪污了去？别拿我们侯府跟贪官污吏相比，行吗？无商不金，无官不贪，自古的道理。你有毛病吧？我跟你说了半天，说不明白呢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脑袋让驴踢了？就非得说我们家发国难财，你才甘心是吗？静！陈家四小姐，别急，好好说。你知道我名字？身为一代名侠，我当然得调查清楚目标的名字。那你就不调查清楚了，我们侯府是不是奸商？我这不是正在调查吗？好好查吧。别动！你要干什么？账本给你好好查去。别动，等我查完了你再动。不动。你真的不准动啊！真不动。终于完了，这下还我们侯府清白了吧？四小姐，恕在下冒昧怀疑侯府，在下从今以后相信侯府清白，告辞。哎，侠女，真的是我大唐奇女子啊！巾帼不让须眉，佩服。我倒是要看看你王子豪始终是奸。四姑娘啊，今天咱收到粮食合计6000斤，另有银钱合计4000贯，都收好了吧？都收好了，存放在后院仓库，就等着明儿啊，朝廷派人来取。
千雪，你也别光擦那儿，擦别的地方。来了。说你们呢，你们也都听着点儿。今天会所休息，就为了大扫除，都别偷懒啊。是。终于打扫完喽。虽然累，但是越看越喜欢。还真是。哎，经理，那个奇女子后来还有音讯吗？哎，没了。哎，不过那天我听二娘子说，真有一伙贼人惦记咱们那笔赈灾款，不过不知道被谁悄悄的就给打跑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侠女所为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哎，真应该问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大伙儿出来喝杯酒，交个朋友呀。是啊，如果我能是他那样，那该多好。哎，咱们三个呀，这辈子甭想了。哎，倩雪，大伙儿都早点回去歇了吧，今天就这样了。好，是。废物，2个废物。是。娘娘，这次派出去的都是1等1的神偷，结果那些神偷还没有进到赈灾筹备处的院子，就全被一个黑衣人给料理了。既然是1等1的高手，怎么会被轻易料理？是真的，那黑衣人。何人？意与何为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是娘娘，我们都是废物，请娘娘恕罪。恕罪，就知道恕罪。真忠心就说出个请死来。娘娘还是恕罪吧，还是娘娘恕罪吧。我问你们，这黑衣人又是何人？这娘娘，都说是黑衣人了，就除了黑衣，别的都不清楚。是。滚，都滚出去！千寻，娘娘，最近王修和那帮同党有什么消息？回娘娘，最近几人安生得很，没有什么消息。留意观察，下去吧。娘娘，还有什么要说？娘娘，我观王修及其众友，并无二心，实乃忠厚之士。虽不与娘娘一派，但也绝不至于与娘娘对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必树敌呢？你在质疑我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为娘娘分忧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下去吧。诺。差不多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姐夫姐，哎，这丫头，怎么了？你说她这脑子里不过事儿吗？经过昨天那么一出事儿，她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呢？哎呀，夫人，那你想让她怎么样呢？难道大家非得要弄得脸红尴尬才好吗？夫君说的也是。189跳跃运动，预备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常是无聊的时候最开心的事。小蝶，小蝶，皇上，皇上，哎呀，皇上，哎呀，臣王兄参见皇上，参见娘娘。没外人，快起来坐。谢皇上。还有娘娘，真有日子没见你了，哦怪想你的。您还别说，我也怪想您的。这大唐能如此跟朕说话的，也唯有王修一人了。其实说实话，要换了别人，我还真不敢。倒是跟皇上，他反而就不拘束了。不拘束好，拘束就没意思了。哎，对，哎，王修，怎么跟陛下反而不拘束？难道是陛下的威仪不够？是啊，子豪，难道是朕的威仪不够吗？这话哪儿说的呀？皇上乃是大唐天子，要是想让天下人畏惧，那易如反掌啊。但是要想让天下人不拘束、畅所欲言，那倒是难上加难。那只有让百姓认为陛下爱民如子、威仪而宽容之时，才能不拘束，进而畅所欲言。那我王修正是了解皇上爱民如子啊，所以你说是吧？说得好，这自朕登基以来啊，能如此推心置腹跟朕说话的，也只有子豪你了。哎，来人，赐酒。哎，谢谢公公。来，皇上，好久不见了，感情深，一口闷，咱哥俩走一个，啊，走一个。好酒啊！哎，子豪，来吃些东西。不过朕可有言在先，这些都是祭祀的贡品。贡品？昨日是小公主的忌日，朕想借此以寄哀思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如今百姓食不果腹，所以这些撤下来的贡品，留些能吃的就继续食用了。皇上勤俭节约，身先士卒，以身试法，子豪佩服佩服啊！哎，子豪就不必说这些客套话了。可是皇上，小公主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媚娘为朕生下的第一个公主。哎，可惜啊，没有满月就夭折了。啊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被亲娘给亲娘？哎呀，我的亲娘啊！哎呀，我这小公主惨呐、这真是飞来横祸呀！是。子豪怎么知道小公主是遭了横祸？是啊，子豪，这事儿在宫中都绝少有人知道。你是如何得知小公主的死因的？哎呀，皇上啊，这小公主的降生本来是我大唐的福分，没想到不足满月就夭折了，真是我大唐的飞来横祸呀！我作为大唐的子民，深感痛心啊！太惨了，皇上，真的太惨了！别悲伤了，你这一说，哎，就连朕也……啊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被亲娘给亲娘？去找许敬宗来。这样吧，
咱们3个抓阄，谁抓着谁去。这儿有根短的，谁抓着这根短的，咱们谁去，行吧？来，我拿着。行，我拿着。外面吵什么呢？快点把手给我拿进来。 3个人一起去，走。哎，胡先生，这干嘛就大包小裹的？小爷，老夫告老还乡。年纪轻轻的还什么乡啊？哎，钱叔，您这是？小豪爷，恕老夫再也不能伺候小豪爷了。啊？您也告老还乡了？ 正是。不是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还组团还乡了？不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豪爷，啊？钱丢了，是不是你们拿的？二夫人，我们3个人是一起进去的，都互相看着呢，谁敢动您钱呀？万一是你们3个一起拿的怎么办？二女，夫君，夫君，我钱丢了。怎么了？我拿的。你们3个先回去歇着吧。是。夫君，这我拿的。你过来。 夫君，那你要陪我啊？陪你大爷陪！给我站着！怎么着？夫人不在家，没人管你，你还要上天了是不是？啊？这是怎么了？给我憋回去！丢了点钱，把全家所有的人还一个遍啊！就连跟我们家几十年的钱管家胡账房你也不放过，你也不想想，哎，人家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谁惦记你那仨瓜俩枣啊？可是人家钱就是丢了嘛，没有人偷，难道还见了鬼啊？那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串人啊！那你寒了人家的心，到时候谁帮咱们做事啊？维稳，懂不懂什么叫维稳？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夫君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把你那钱罐子拿上。你还放床上，你睡觉也搂着是不是？把这钱都捡起来，数数。我都数过好几遍了。再数一遍。慢点。夫君，夫君，钱要回来了，钱要回来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。终于明白了，夫君，原来你在外面修了仙法。狗屁！我修什么仙法？你坐下。我跟你说，你呀，爱吃糖，你是不是老是一边吃糖一边数钱啊？是啊。你看，那吃糖吃的满嘴都是，然后那糖顺着嘴角就往下淌，都淌那钱罐子里边了。然后呢，化了之后就把钱粘在罐子底下了。你再倒，当然就倒不出来了，那钱能不少吗？哎，夫君，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夫君，你真聪明。好好，别黏糊，别黏糊，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二女啊，你不小了啊，你也该长大了啊。以后遇见什么事情，先冷静的先分析，然后再做决定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不然你这样错怪了别人，好吗？知道了，夫君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什么？那我去跟胡账房、钱管家他们道个歉。什么时候？过一阵子吧，现在去太丢人了。
好吧，现在就去。臣许敬宗拜见娘娘。许敬宗，在。本宫要你去办一件事情。但凭娘娘吩咐，微臣万死不辞。不用你去死，只是让你上一份奏折。之前也颁布过短期的禁酒令，但是近日吐蕃兵乱，商洛地震，最近长江流域也闹了水灾，整个大唐现在都是用粮食的地方，此次的禁酒令非同以往啊！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虽然敌人已于暗处对我方先下手为强，但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，是因为我们拥有最杰出的战士，对不对？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